可是古董，一个可以当10000个屎呢。怎么样？我这没什么问题吧？这回总换了吧？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把这准考证卖给你了。Yes！ 啊！哦。哎，还有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就当是你掏光家底儿给你附赠的礼品好了，带着它去考场，保你通过考试。哎呀，别看了，你是哑炮，启动不了这个气的。说的这么玄乎，你忽悠我呢吧？没这东西，准考证不一样是准考证吗？那你丢了它试试，别忘了，你的准考证是假的。行，再见。例行检查。哟，哎呦，我们这都是正经生意，有什么好查的呀？快递发出，请尽快取件。哇哦！